嗱，今日咧係帶大家睇一個我哋珠海最平嘅一個海景住宅單位嚟嘅。咁我哋所在咧就喺呢個區域嚇，濱海商務中心嘅呢個區域咧係可以睇到非常靚嘅海景。咁仲有咧，佢呢邊係離我哋珠海國際機場係非常之近嘅，同埋咧佢去到我哋橫琴啊，或者翻到港珠澳大橋關口咧，都係24到26分鐘，非常之近嘅。OK， 依家睇到成個沙盤都係好大嚇。目前咧入邊嘅配套啊，都係建設得非常之完整㗎啦嚇。咁仲有咧，佢前3期已經係收樓入住嘅。今日咧最緊要係帶大家睇我哋一個海景嘅單位。依家事不宜遲，就上去樣板間睇一睇。好啦，咁依家咧嚟到佢嘅示範單位啦。咁呢一套嚟講嘅話咧，佢係目前珠海最平嘅一個住宅海景單位嚇。呢啲都係關鍵詞。坐喺呢個客廳咧就可以望到咁靚嘅海景，吹住海風係十分之正嘅。咁夏天嘅話咧，佢呢邊藍天白雲呢個景色都係十分之正嘅。喺我哋鏡頭嘅右手邊，咁呢邊咧就係金海大橋嘅，所以我哋去到珠海嘅國際機場咧就係10分鐘，翻到港珠澳大橋嘅話咧都係26分鐘就可以去到噶啦。所以咁樣嘅距離咧，交通係十分之方便嘅。搭配佢16000、18000嘅呢個單價咧，我覺得呢個樓盤真係十分之值得睇。咁目前呢一套咧就係136個平方，入邊嘅室內面積咧達到100% 嘅呢個使用率嚇，做到4房3衞雙套間雙陽台嘅。可以睇到呢個廳咧十分之長嘅，去到8米咁長。未來收樓咧呢邊有一個11個平方嘅呢個房間嚇，咁出邊嘅陽台咧都有8米咁長。咁呢邊咧仲有個生活陽台，形成南北通透嘅氣流啊，同埋景觀啊、採光都係十分之正嘅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，入邊咧仲有3間房、3個衞生間嘅。咁我哋呢一個位置嚟講咧，因為佢係十分之近呢個國際機場啦，同埋近住橫琴同澳門嘅，所以呢個位置都係目前珠海政府咧重點去開發嘅一個新城區嚇，可以講咧呢邊係一個世外桃源嚟嘅。咁目前呢一套咧，佢嘅單價只需要16,000到18,000蚊就可以睇到海景㗎啦。咁總價計落嚟咧就250萬嘅。咁佢嘅一個首期款咧就係37萬，咁你又可以攞得咁正、咁大嘅、咁舒適嘅呢個房啦嚇。咁除咗呢一個面積咧，仲有80平方同埋90平方嘅。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咧，歡迎下方留言啦，我帶你嚟現場呢邊去睇一睇。